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成棒主球场，今年完工以后，就首次迎接韩国职棒 NC 恐龙队春训，同时邀请国内6队职棒2月24到3月4号举办8场的交流比赛。这款国际级的棒球盛事，更是免费提票进场。门票不到半工，就提价空，所以所在地安南区公所嘛把难得机会要来行销当地美食旅游。在区长为文贵的号召，第一时间就将近40间来自各行各业的店家响应，也持续增加。要用因的招牌产品，做出消费好康来热情迎接球迷。那我这次有这个棒球的机会，然后所以说就是说把我们的人潮带进来，然后促进说我们地方在地的商家，促进蓬勃的发展。其中安南区上热烈并且筹备当中的安中商圈3月嘛要成立大会，这摆拄好提前暖身，用团体战来合作拼美食观光。我们希望结合团结我们安南区的商家，让我们安南区的经济更蓬勃发展。让我们这次有25间商家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优惠跟促销活动，希望也一起为我们的亚太棒球场一起加油。希望能够将球迷除了来看棒球以外，也能够引进到我们整个安南区来消费，来促进我们店家的商机跟生意。区长魏文贵就任所推出的安南就酱园一直备受好评。这摆透过台湾甲韩国的国际交流赛，嘛再次推荐予来安南的球迷，会当享受一场结合运动甲旅行的美好体验。挺棒球。爱安南，享优惠，赞！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